你係永遠都唔會覺得孤單，因為我哋真係真心真意咁話住你。你唱唔愛我，我哋唱。知道。好。辛苦化妝師啦，陣間我已經變到好多人驚係咪啊？好多謝有大家同我一齊過25週年，咁。知道青雲嚟到一定係好興奮嘅，係咪啊？多謝你青雲，我可唔可以試下放啊？好啊。得喎，你頭先飛唔飛到？我都飛到。就老實講，佢揾我嚟嘅時候，我其實考慮咗好耐，因為我驚人哋話我咧。話你咩？冇嘢話你嘅喎。嗱，緋聞又唔會話你啦，係嘛？你同太太模範夫妻嚟啊嘛。我覺得冇咩人敢話你咩嘅。但係個問題就係，大家冇發覺 Vivian 佢從大時代到而家都一樣樣。我咧。靚仔咯，你仲係男人味咗好多 ，man 咗好多。我都係咁覺得，其實我都想咁講。點啊？其實我覺得咧，我哋咧即係冇乜點變啦。如果俾我哋再做翻一次大時代嘅方展博同埋慳妹，係咪仲 OK？ 得唔得？撐唔撐到啊？但係你知道以前我哋係勉強，即係我係勉強啲啦。而家就美女與野獸。唔會，你點都唔似野獸嘅。不過講真啦，講真啦，我哋真係有啲激動。係。講真係你初初揾我嘅時候咧，我成日覺得咧，阿 Vivian 係整蠱我，因為從來冇人約過我咧去放飛機。老實講，我真係唔知你係約我啊，定叫我去放飛機？我係約你嚟紅館同大家一齊放飛機，你明唔明啊？但係咁，即係其實你咁樣嚟到紅館，淨係放隻飛機，我諗你睇怕都咁點啫？好難中意唱歌。大家真係
最震撼嘅一刻。因為老實講，呢個大時代呢隻歌對我嚟講係我一生裏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部分。喺我喊之前，我諗我都係走，但係我臨走之前要同你講，我走啦，保重佢衰果。唔該大家，我都知。多謝 ，thank you。多謝劉青雲。俾佢搞到我都唔知跟住要唱咩歌。咁好多謝劉青雲啊！咁其實佢喺內地拍緊戲咧，係專登趕翻嚟香港支持我㗎，所以我真係好感激佢。趁佢未走咧，我想我話俾佢聽。無論佢喺台前幕後咧，佢都係一位我好欣賞嘅藝人嚟嘅，好榮幸曾經同佢合作過。除咗做戲之外啦，我相信我嘅歌手嘅印象俾大家都好深刻嘅。咁我希望今晚可以藉住呢個舞台，同埋我今晚揀嘅歌，同大家一齊去重溫下一啲過往我哋深刻嘅片段，好唔好啊？好。不必一聲聲因為你的解釋只等於慣例，就算願被你蒙蔽，仍沒法對應你的虛偽，真心相依的關係，你不應多番偷偷作弊，就算是心中着迷，仍是要把這份愛摧毀。你若愛他沒有問題，才別要跟我維繫，再別説謊一生一世，然後叫我再一次被猜。在微涼秋季，望長夜星輝，讓沉默把內容移在一齊。情是美麗，情是珍貴，但已經不可挽回一切。讓情路風麗，讓情淚沖洗，讓明日的我抹去這傷勢。情是美麗，情是珍貴，但已經不可挽回一切。在微涼秋季，望長夜星輝，讓沉默把
我一直以為不會在乎談不談論，就算是深夜已經充滿人中恩。呢個乜水蘇永康嚟嘅。我在我只生活中漸漸長大，漸漸長大。我一直以為不會在乎談不談論，就算是深夜已經充滿人之間。佢真係搭飛機落翻嚟。我卻看到你那美麗的笑顏，在紛紛擾擾話題中漸漸沉默，漸漸改變。流言傳來傳去，說不定不知道何時能平息。流言爭來爭去，請相信我的心。流言傳來傳去，會隨着每一天的虛無安靜。但願你相信，我依然相信最真的心。一直以為不會在乎他們眼神。就算是深夜，已經充滿指指點點。但我卻看到你那美麗的笑顏，在紛紛擾擾話題中漸漸沉默，漸漸改變。流言傳來傳去，說不定不知道何時能平息。流言爭來爭去，請相信我的心真的往昔。流言飄來散去，會隨着每一天的虛無安靜。但願你相信，我依然愛你。流言傳來傳去，說不定不知道何時能平息。流言爭來爭去，請相信我的心純真如夢境。流言飄來散去，會隨着每一天的虛無安靜。但願你相信，我依然相信最真的心。請大家俾啲掌聲，由新秀識到而家嘅一位好朋友蘇永康。其實我識你都有成25年以上啦，我哋係差唔多同年紀啦。25年，但係我哋未試過擁抱過，可唔可以擁抱？可以啦。好開心，好開心啊！好多謝邀請我做嘉賓。我其實期待同你唱歌好耐嘅，我哋有同過唱片公司，但係一路都未試過喺紅館喺台上面合唱，呢個係我哋嘅第一次。任何場合都未試過，不過唔緊要嘅，呢個25年，今日有機會見證我好開心。其實今日嚟到咧20幾年嘅老友啦，好多全香港嘅八卦嘅女人想知道嗰啲問題咧，你唔使擔心，我係唔會問。係即係你嗰啲弱點啊，你即係人哋唔想啄嗰啲位咧，我係唔會問。哇！多謝你，多謝你。例如係咩？我知你冇乜弱點嘅，但係調翻轉頭，我有啊嘛。邊方面？全香港女人嗱，我冇講大話㗎。我女朋友媽咪咧，今日唔知坐咗喺邊度，今朝先至問我：喂，周慧敏點解20幾年嚟個樣都唔變嘅咧？有㗎，有變。
困難嘅事20幾年嚟都唔變，但係若然呢件事發生喺小弟身上面嘅話咧好似有相睇嘅。你哋睇下，反應證明一切。呢個簡直就係一個人間嘅悲劇，即係發生喺蘇永康身上面。算把啦，20幾年都係咁嘅樣。唔緊要，過咗佢嘅嘢，唔使擔心。唔買佢啦。你覺得而家而家 OK 嘅啦，其實我想話你而家好正嘅，因為咧，除咗唱歌好聽聲靚之外咧，你仲出名咧，好有 taste 啊！你睇你今晚呢個造型係咪好得啊？早知道揾你同我呢一個演唱會做形象設計啦。即係今晚啲嘉賓咧，嗰啲唔係嘉賓即係一個比一個勁抽啊！即係你而家青雲咧，以前就係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冇乜嘢咁啊，而家就非常之有型啦。點知一下不如一下請咗個蘇永康上嚟，咁嘅樣。不過我又唔介意喎。如果你即係邀請我去做形象指導嘅話，不如約定啦。周慧敏30週年嘅演唱會嘅時候，30，哇！好耐啫，又5年啫嘛，話唔定我肯定你5年之後個樣都係冇乜點變。你到時你想幫我點樣啊？如果我直情想咁嘅樣。嗱，大家我同大膽建議下，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希望咧喺25年之後再5年都咁上緊嘅時間，我想做一個得閒炒飯裏面吳君如嗰個造型，直情擺喺你身上。我好期待。中唔中意啊？好期待。成把頭髮同你鏟咗佢跟手就鏟到你咁短係嘛？短過我都仲。好，如果我5年之後有幸再開演唱會，我睇下我可唔可以揾到你，到時你唔好甩我底喎。唔甩底，講真句啊，點解其實我講呢個得閒炒飯咧，其實有一個深層嘅意義嘅。我相信在場萬幾位觀眾同我一樣，嗱，我識咗佢好耐，我就從來冇當佢玉女，因為我見過佢細個嗰陣時個樣，嗰陣時係細路女嚟嘅。咁大家都覺得佢係一個玉女，咁但係我覺得周慧敏唔係玉女咁簡單，你心裏邊係有一股好大嘅勇氣，喺你事業高峰嘅時候，你可以放低一切，去追求你自己想過嘅生活，義無反顧你就行咗去，呢一點好犀利，我佩服。當翻到嚟香港，遇到許鞍華咁厲害嘅導演，佢又義無反顧擺低自己玉女嘅形象，嚟啊，得閒炒飯炒一碟勁嘅。最重要一點係，當佢遇到佢自己生命裏面值得愛嘅男人，佢唔理世界上面有幾多雜聲，唔理世界上面有幾多喧嘩，義無反顧咁去愛。呢一點喺娛樂圈裏面非常之滿意。周慧敏呢一點，相信我同埋在場所有觀眾最喜歡嘅周慧敏，希望以後都保持。你仲可以喊真係。我交個台俾你好唔好啊？搞唔掂啊！個妝都甩到8、9個啦，甩到蘇永康咁樣。OK， 阿太后，我拖你埋先嚟。係啊。多謝你哋，多謝。呢啲嘢我做，我最叻嘅。最叻嘅邊人做台？辛苦你，辛苦你康仔。OK， 阿 B， 做老友嘅時間，呢個責任交俾我，好嘛？由佢真係換翻件大 TV 嘅喎。將個台交俾你。Thank you， 多謝晒。真係㗎，喺娛樂界做到完全唔理外界嘅風雨，忠於自己係好困難嘅事。呢個係我最喜歡周慧敏嘅一點。頭先講過啦，我哋曾經試過同一間唱片公司，但係未合作過。但係我喺嗰間唱片公司曾經出過呢一首歌，或者你會記得。